各位贵宾，大家午安。我是江凡。好，那刚刚我们执行长已经跟大家稍微问候了一下，然后音乐会音乐商会的音乐马上开始啊。好，那首先第一首是主曲，那是在2023年我写的，那也是为了一场表演，啊，总会有一些曲子。那我们先听完之后，我们再慢慢介绍到底有哪些曲子组合在里面，然后请大家在吃完饭之后有轻松明白的一个片刻的休息，谢谢。
这个当然就包括了莫扎特的小夜曲，还有巴哈的一首曲子，还有我个人的一首创造叫《听见爱河》，还有艾尔加的《爱的礼赞》，以及久石让《天空之城》，然后还有一首帕海贝尔的《卡农》。当然这几首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刚刚这一首主曲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是卧虎藏龙。那我们都是商务人士嘛，在整个这个业界，很多人都是深藏不露啊。那这个曲子其实它是有意境的有点抒情又有点神秘。那其实是一部不一样的武侠片。那李安导演我看完之后还深受感动。那尤其他这首主题曲还蛮好听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改编成3种奏的方式为大家来表演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
那这是一首很有意义的音乐哦。那当然，我们这一场音乐欣赏的，我们所有的曲目都是大概不久前才把它写好。啊，所以说以后的我们的每场音乐会都是专题的音乐会，都会针对那个时候设定主题，然后挑选曲目重新编排。当然会有一些创作，也许有一些改编。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曲子呢，是我2014年的创作，原来是写给大提琴的独奏曲，钢琴伴奏。那我们今天配合今天演出，我们就是写成3种小提琴、古典吉他跟大提琴。好，那包括我自己啊，我就觉得，改编之后好像也有不同的一个想法。那它的曲名《Coyote》，它就是一个草原狼，或者是叫做郊狼哦，它是一个狼，但是它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狼性，哦，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孤独的，刚好很配合像我们所有的创业者的孤独的心境，所有的创业者、先行者，他都是可以要煎熬。透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过程，哦，跟一般人，比方说你要发想啊，要创业啊，这个种种的一些心理路程，我们透过这首曲子，好好去体会一下。我们接下来这首交流，谢谢。
觉到有没有像符合各位的心境？一路走来，心书笑着在路，辛苦啊！但是如果说哪一天功成名就，那就是值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最后一首《放火13天》，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哦。那主题曲很浪漫、很优美。那我们今天当然中午其实大家一般都比较昏昏欲睡，那我们今天轻松一下，这一首曲子，希望大家带来今天最美好的回忆。好，谢谢。